位 Now News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君硕。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谈一本最近刚出的有关中国经济的好书，叫做《低端中国》。它的作者呢叫做中文名叫罗古，那他是一个美国人，长期在彭博商业周刊当中国分社的社长。那在介绍他这本书以前呢，我想先提醒大家想一下，就是虽然说台湾人有非常多人在对岸工作，可是呢，有多少人是真正能够融入对岸的生活，跟对岸的人交朋友，或是看那边电视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对岸大部分早期呢，很多都是男生一个人只身过去。那现在呢，当然有些比较年轻的人是去上海的外商公司领高薪，然后住在上海的市中心。然后呢，甚至我自己跟我在上海的朋友在东京见面，他都直接说，对啊，在上海你就去那些白人的地方就好了。然后呢，他们住在高级的小区，然后看卫星电视台湾的节目，或者是美国的节目，或是日本的节目。所以说，到底有多少人是亲身去了解一个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如果他是普通10几亿人里面的其中一个很平凡的人，他是过怎样的生活呢？这位美国的记者罗古先生，他就做到了。他呢，长期追踪一家是来自于贵州一个偏乡，他们是一个少数民族，叫做布依族的一个秣家人，他们家的人在中国各地不同的命运。那我这边他们住的地方呢，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哦。你要先到贵阳，然后再从贵阳坐5个小时的车到一个县城，然后再从县城坐2个小时的巴士，才到了他们的村子，还要坐马车1个多小时，然后呢还要经过一个水坝才能到他们的乡里面。然后呢，他就追踪这一家的秣家人呢，有些人出外打工，由他们的际遇呢来呈现出中国一般人的命运。比方说，我们一般可能很难想象，对台湾人每个人都有基本的公民权利的人来说，他们到了大城市里面有一份工作，可是呢，在早期中共的劳动权利是很受限制的，薪水也不高，还会被工厂干部欺负，甚至在路上呢会被警察搜你有没有居住证，没有的话就要被抓起来，要厂方拿人来赎。当然后来因为外商涌进，所以劳动权利稍微好一点。可是呢，你如果遇到工伤，或者是你想要发动抗议，基本上还是有很大限制。所以呢，他还访问了一些帮助工人维权、组织工人抗议，可是呢，基本上还是受到国家强力打压的。甚至他还曾经在著名的台商豫园发生工人抗议的时候呢，他跟司机他就戴着帽子遮住自己，冒险进去。但是呢，原来答应跟他见面的工人因为压力，他说现在都是武警公安盯着我们，所以呢，他只能跟他通电话，大概了解他们的诉求。那不只是在工作待遇上有问题，他们的小孩来呢，念完幼稚园以后呢，因为没有城市的户口，所以没有办法上小学。如果是当地人办的小学呢，如果是私立的小学呢，非常的贵，所以呢，他们小孩都只能够送回老家，由这个祖父母带。然后呢，这些就叫做留守儿童。那留守儿童的学校呢，他也去访问了这些学校，看了设备，访问他们说带这些小孩的辛苦，就发现这些小孩呢，没有父母的那种健全的陪伴，基本上呢，心灵常常扭曲，学习成果也都不好。那这些出外打工的，那40几岁呢，有些人为了想照顾爸妈，或者呢想要陪小孩成长，那回到老家想要去做创业呢，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地方政府也有各种措施，可是呢，到目前为止，或者是像延伸出这种淘宝村，他也曾经去采访过，发现全中国有3000多个淘宝村，而且呢，他们不是只是。他告诉我们很有趣的是，他不是只是拿一台电脑这边接单出货，他们还会在乡村里面组织临时的小工厂，把这些农民工从城市里面拉回来，季节性的赶工，应付欧美或者是国内的需求。但是综合来看呢，罗古提醒我们，我觉得这本书最精彩的一句话是，中国的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就说，想象一下，如果中国的9亿多劳动力，大部分都学会了中端到高端技术，中国制产品的规模和水平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是2014年。可是现在已经到了2021年，李克强还在告诉我们，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也就是说，这些罗古所接触到的一般人呢，他们努力的想要在城市里面，就是像这样奋斗，想要过个好的生活的努力呢，到目前为止呢，都还没有成功。那为什么呢？他这里面呢，其实已经透露一些线索，比方说，因为中共的发展模式呢，
它主要是靠外来的技术学习，它自己要想办法升级的过程呢，它的怎么讲？它的底子还不够，所以它里面它还讲了中国最大的家电企业美的收购了德国最大的那个机器人公司，可是呢，到目前为止呢，双方的合作也不愉快，然后还提到了台湾鸿海的郭台铭董事长到了贵州也去设一个工厂，准备要用很多机器人，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劳动力的工资已经太高了，加上各种问题，所以他们打算希望有一个建造一个以机器人为主的工厂，然后呢，只要少数的员工来维修它，然后呢，贵州为了要拉动经济呢，也开始请很多外国大公司来这边设资料储存中心，这种种的努力呢，就看得出来中共在力图转型，可是呢，它缺乏自有的技术，所以呢，它必须到始终要靠跟外国合资，甚至是靠偷窃的方法。那这些农民工呢，他老了呢，也没有人关心他的福利，然后他们的小孩呢，在扭曲的环境中成长，也不愿意像父母一样吃苦耐劳，所以锣鼓在提醒我们，未来的中国将会是面临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所以说呢，就是目前处于中美就是对抗中的台湾呢，在未来呢，可能还会就说在对岸呢有这么多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呢，台湾人其实对对岸不能有太多乐观的期待，因为他现在面临好日子已经过去了，面临的挑战会很艰巨。那台湾人呢，可能要重新思考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舞台上找出一条路，而不是一味的依赖对岸市场。当然，最后讲这本书呢，有非常多精彩的细节。如果你要了解中共大城市那种金碧辉煌高楼大厦，或是看起来很发达的基础建设之余，真正底层人民的生活、他们的想法，还有他们的思考的话，这本书是我非常推荐的。谢谢大家。